不是看哦。lima aku nih, nama aku? Oh, nama aku nih. Ira, aku nama Ira atau Amin Hao? Memisui, tengok. Hai, pelihan, beli. Nama aku kuning. Oh, 这是答案哦。嗨。为什么要看答案呢？坐着。好。等你人好。pelihan好。打开。翻过来。第2页。Oh, mau begitu bangsa, senang wapi nanti kamu hao. Kemudian, sanang rusak. 烦死了。这个是哪里来的？阿美外籍阿美靠上sakit。阿美。好，等一人。来，pelihan sini。都在哪里？有没有看到1？有哈。自在。来，自在。好，自在古马安。好，我们看一下哦。哎呀，他们还没有对数字有那个概念是哈。好，我们先念中文，我看看你们的中文能力到哪里。看画面，来我吧。有没有在听？请系在讲话喽。好，自在。哎呦，这个不是独善呢。礼貌。看到数字就要会念。来，礼貌。希望。嘟噜。发露。沙包礼貌。哎呦，你知道呢？沙包希望。很会跟呢。布鲁，这个音调很特别。木耳的。比度。sepat。dusa。过来，打过，好。沙包enam。好，nengengan kucudan namo。哦，还没有翻。我们先把这个第1页第2页这部分的数字先会念哦。每一个小朋友都会念哈。来，nengengan ini，看自己的资料看自己的书。来，第一个在哪里？ini。Nayang akan buat. Kalian buat Nayang，来，这个自在是什么？中文，华语告诉我，这个自在是不是1？好，鲁邦在1怎么讲？自在。还没有。看你的书，第一个是什么数字？中文。很好，第一个是什么？自在。那第2个呢？当然不是啊。礼貌，答对了。礼貌。Mafana citakur 5 sa. Citakur hao. Umang kuning sangat tulu ngayaw. Di sangka. Siwa. Saka sepat sepat. 来，我现在是顺着这个顺序哈。Saka zai, saka dusa, saka dulu, saka sepat 的意思就是说，第1个、第2个、第3个、第4个。跟这个数字有没有关系？没有哦。我们现在按这个来哈。好，来，这个 pinatu， 来，sakalimat度就是第5个咯。哪一个是第5个？1、2、3、4、5。第5个是什么数字？8。很好，mana numpang在？乱讲啊，带出去宰啊！来，把手来跟我taruh来，taruh来，自在，dusa。
法律，哇！如果说考试的时候，你看到数字还要法，没有，突然开始对。